다다 중초 때니네 중초시 다다 가 솜셰는 든지 낙지 든지셰 자 중초 때니네 데네 말라 나차한다 득dem데 제라 여바 도서 파 다지 너는 tru리对。然后最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以这个甘露水来加持洒净。这时候呢，如果特别有人，比如说身体有病或者有一些障碍的，就可以以那个甘露水呢来做洒净跟加持。第값서 되네 흉내 그 초가 뜻이 나로라 이게 쪽바 파파 이게 쪽바 야비엄 세솜 세와 마도 파치고 나는 살보게 민도 흉내 그 초가 뜻이 나로라第값서 되네 중체 렘바 값서 파파 이게 쪽바 야비엄 세솜 세와 신도 야비엄 세솜 세나 가리야都되게 쉬고 이만 那么这边就讲到呢，那么当你在第三个部分的这个时候。那么以这个甘露水在清净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很清楚讲说你要念诵哪一个咒语，因为呢在仪轨里面它只讲到说念诵这个殊胜的六字咒语，然后呢同时呢讲到用这顺就讲到佛父、佛母还有佛子这三个，那到底是指什么？等下会讲解。근데 얍데라 다 제네서 인제 오데 제네서 사 이바 진샤 요가 저 두준 곰데 제네서 사비바 데 임바 강셰라 살라 이제 진셰 데 임바 강셰라 콩거 메인 데니라 데니 이게 쪽바 파바 이게 쪽바 쇼 데니 세 데니라 노런 잡바시 양 금도다 삼시 찍바 임바시 노부 줘봐 노런 잡바 노르 정도래 노른 잡아 염 데니라 데니 저쪽 버럭 치모세 데 용소로 곰 딘데시네 데니 야비엄세 솜린도 이 양자선은 야디 제네이 차시바 사시바 데니 까보레 되준 곰데 야타가라리 데니 염데 데니 리게 저쪽 버럭 치모세 저쪽 버럭 치모 세데 노런자바 코란 좀 자금도다 삼시도 찍바 인람도 군도당 천천지바 찍바 인람 참아 사실이 네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说在详细的一个里面解说那什么是佛父佛母跟这个佛子三位呢它分别指的三个不同的本尊第一个呢这个佛父就是四臂百观音我们平常观修的他的咒语就是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他讲的持诵这个神圣的六字咒语就是第二个呢是这个佛母这个佛母呢指的是另外一个本尊呢叫Ripa Chenmo 可以讲就是Ripa Chenmo 就是大觉佛母那么一样呢它的身体的颜色一样是白色的一样具有四只手背这样子那咒语呢一样是6个字的咒语那第三个呢是这个指他讲父母子的三尊这个指呢指的是另外一个叫做노부可以노른 잡아 노르 종데吧 OK 第三尊呢称为这个慈珍宝者或者慈如意宝然后呢这一尊观音呢一样的是四只手背白色的只是手上是持的这个如意宝这样的呢出个告诉打头着啊这出谁不告诉头的等呢轮几个托干呢等到要用谁送拍第一个啥呢把你都知道的等呢出谁得的时候打差不几多了第一个样爸爸要用谁送不的俺让了错 time 俺让就做了 time 让个就了 time 的等呢爸爸今天是要用谁送送了小送什么样的一下第告诉大家我开始送过Om Mani Padme Hum 나 코랑 찍 동야 요리 다다 뛰는 범적 그 투세야 현동야 어리라 투 값서 所以呢现在讲到的是按照那个仪轨现在观世音菩萨仪轨的时候呢那么在以甘露水在加持洒净加持的这个时候那么要念诵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在仪轨里面它有一个那个洒净的那个咒语这个时候呢你所要做的观想呢就是在前面呢有这三尊观世音菩萨刚刚讲的就是四臂白观音然后就呢这个大觉佛母以及这个持如意宝的这个观音那么从这三尊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们的手中呢就流出这个智慧甘露就呢为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做这个加持洒净最后
加持完了以后呢，再观想这3个本尊呢，全部都化光，都融入到我们自身。那时候我们自身呢，领受到本尊的加持，是很主要的观修的部分。第一个大。초가 그 거때 할람슈네 초가 그 만조를 내가 값어 되네 나랑 그 말다 사다 진리시 그라 라곰 진리시 그라 진리세 데바 라터서 소수 그 되네 현감 보다 라당 제다 대화진을 소바 제네서 더 파패송 나랑 그곰 대야데 되네 어리 다데 펩송 삼거래 담보 28세라데 진진세 데 라데 데 데니 보다 라다 대화진을 소바 소수 유네 생각을 파패송 버게 삼노당 那么就这样的，按照仪轨修持到最后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最后圆满会有一个所谓的先前呢，我们从净土当中所引请来的这些个智慧本尊，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想呢，那么这些个智慧本尊呢，它各个的回至到它的净土当中，回到这个西方极乐净土，回到观世音菩萨极的那个普陀拉净土等等，这是首先呢，在最后这个阶段就是观想。这些本尊呢回到净土当中。근데 그냥 곰 대비 담색 봤어야 돼 오도 쉬네. 동반이의 조성 삼 동반이 이제 강도 냐바리 야야래. 那么最后呢，我们自己观想的我们自己观想我们自身成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所谓的三一业本尊呢，这个时候就观想了它化光融入到空的情境当中，就安住在空性中。तने तो गोम जात सब जितो ला तने हुआ मालम ता ताही जो ने ता छोआते था योग रुआ 最后呢，就这样子做了这样的圆满的观想以后，最后呢就是念诵回向文、念诵祈愿吉祥文等等，那整个仪轨就结束。ता ती के कोते तने छोआ न्यामली के कोर के तोंदा गारचिया तो सो तने शोटॉप सोंग 以上呢就是就这个千手观音仪轨这个修法呢，在修持的时候，那么它几个非常重要的观想的部分呢，做了略略的讲解。어디 곰로 그네가 잠시게 레마도 나가디 지야보 빼차디 나로라 셰브징 차와 레레 옌데 지요데 얘네 두수고 마당께 존도 구바디 그 두수고 마당네 근데 쇼토 마송 那么这个部分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呢，如同他所写的那个论里面。那里面呢有很详细的那个部分呢，很详细的这一些个观想解说等等，没有办法依着那个书里面一一的来为大家做解释。근데 다 레웬이 바 합자 디그 나로라 쪼오 다다 흉내 코란 나로니 셰 데베 데네 소 무조 바다 마지바 말랑발라소 바티 남바 제다 파야다 라바르도 데네 고과시 짜리리 셰요 고과 데다 근데 되게 등인전 고면라 서보면 바차그래서 근데 저다下山呢早完之后嘛他只是过的也写差只有那么接着呢，在第2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受戒的学处，也就是受持八关斋戒之后呢，在学处的部分呢，那么然后我们现在了解就要受持不杀生、不偷盗，然后不淫等等的这些个戒律。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呢，在这样一天的饮食当中，不要去吃关于这个葱蒜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葱这个蒜呢，它会干扰我们禅定的修持。那么呢，所以呢，这种同时呢也讲到，特别就是不要去吃肉，要是那个吃斋，不吃肉。这个在那个论点里面有很详细的解说。근데培养그 레버티 나로라 왕 휴드培养 가래 여메 동바 휴드培养 가래 여바 다데니 잠로 샘제 라곰 하데 옛라 도마 프리아다 제바센데 타망 호아 모난다 바다 협정 차와 차창와티요 最后呢，在第3章讲到这个利益，这个教法修持的利益当中呢，那么就培养过了，掌握可以从望学吧，东吧学吧。从这个领受灌顶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开始，这个灌顶的利益，受持这个戒律的利益，乃至于呢修持仪轨当中一开始皈依
发菩提心、观修本尊、做七支佛事，乃至于最后的回向等等呢，分别具有怎样的功德利益，在这个本论里面呢，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大的告诉他，那宁波呢，他说的，但那起码看不出那个公益那些家业了，叫他们那，但这样做协助超个系统不来话，当我们自己有。所以呢，今天呢，大概呢就只能这样约略的为大家做一个概略的讲解。那么在以后呢，希望能够如同开佛成能目前呢他的愿望一样，这本论呢能够整个翻成中文，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里面的完整的这个意义。他呢，大多数有送，他那家呀也。那么今天呢，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到这边结束。说那么的，他们节子把你，他们那你呗，这那房子，这个那就把烂出把一，日本做人着修。但呢，这当他主要只能是要的，白搞钱不的，但呢，主要只能家的是要搞钱不的，主要只能是要了，我让被高有。因那样的呢，我让个马西的读书有那偏嘛多，但是去哪把啦读书有就嘛的，哪把的给叫了读书有就嘛的，对读书个嘛当的他西没都嘛都，对，起码的呢，哪嘛哪把的是去学的，主要真的是有个的白搞钱不的，哪把的我让被高有的，他得怕去用搞来考不了一下。这边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呢，问题问答，事实上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 ，K 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讲完课之后呢，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提出来互相的这个讨论。因为呢，在教法的学习上面，问答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的重要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时间上面的关系呢，这个语言上面他跟你们也没办法直接沟通。然后这个翻译上面呢，它的时间又很有限，这样，所以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很多的时间来进一步来做这些问答、讨论等等。但是以后你们呢，在听完任何的教法之后，那么如果能够把自己听完之后呢，有什么样的疑问就提出来，当场的做这些问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大家。谢谢。